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文天。喺新一個賽季有新技能蓄勢待發嘅出現，令到太尉盾嘅強度回升。如果玩唔到法官盾，可以考慮玩蓄勢太尉。隊伍配置方面，司馬配眾志、看天或者係用武。首選看天可以用嚟打藤甲。士別嘅話就唔建議。以前配士別係貪佢有規避可以防爆頭，亦可以有穩定輸出同埋增加智力增傷。而呢一隊配上型一陣有減傷嘅作用，亦可以降低爆頭嘅機會。再加埋蓄勢待發嘅規避，司馬可以唔需要用士別嚟降低爆頭嘅機會。而由於呢一隊嘅補血技能唔係太足夠，所以眾志成城係必須。喺有足夠坦度嘅情況之下，變咗看天或者用武嘅輸出會更加好。而兵書就揀樂善，利用司馬嘅奇謀去增加回血量。曹操會配魅惑同藤甲，全點智力嚟幫司馬增傷同埋幫自身減傷就可以。因為本身曹操統率高，用兵書嘅統軍去彌補一下統率，佢藤甲嘅減傷都會有40% 以上。最後滿寵亦係太尉盾嘅核心所在。太尉盾可以換走曹操，改成張春華或者曹真，甚至乎司馬改成賈詡或者係夏侯惇玩反擊盾都有唔錯嘅實力。但就唔可以換走滿寵，因為換走咗滿寵就會冇咗援護體系去配合魅惑打控，同埋移除對方嘅增益。滿寵可以移除嘅增益包括主動技或者突擊技帶嚟嘅 buff， 例如奪魂嘅屬性增加、草船嘅急救等等。而有咗蓄勢待發嘅滿寵，除咗佢有規避功能幫隊伍增加坦度之外，佢仲可以令到滿寵有先攻，確保每一回合都可以先手發動援護，令到對方被魅惑嘅機會增加，亦可以移除對方嘅增益。而蓄勢增加嘅20% 智力同埋統率，除咗可以令滿寵硬啲之外，亦都可以令到佢發動援護同規避嘅機率增加。而配型一陣俾滿寵亦係呢一個原因，因為可以增加滿寵60點智力，增加佢技能嘅發動率。而兵書方面就選擇咗防守兵書，因為滿寵係全隊最脆。有咗蓄勢嘅太尉盾強度增加咗唔少，但係先鋒副嘅生態就唔太友好，大多數都會遇到黃馬槍、嚟月弓同埋富貴騎呢一類型嘅隊伍，太尉盾都係打唔贏，所以多村戰報比較少。咁喺影片最後就有戰報俾大家參考返。今集暫時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